今日早起，咱要先来关心，这个月初的时阵，在台北发生一只彼得犬跳车，甲一个骑奥多摆的民众夹着伤。不过，才过无2礼拜尔，讲这只彼得犬昨昏搁伫路边降价。这2个去互狗夹着伤的民众，目前是暂时无要提告。然后台北市动保处讲，头一届发生的时阵无甲狗带走，是因为这个主人当初有答应会严格来看顾这只彼得犬。即嘛，搁一届出代志会加重处分。然后这2案计共拢总是罚20万，而且会甲这只狗带走。这台乌车伫咧停红灯时阵，车窗突然间摇来，有一只狗对内面跳出来，边仔骑奥多摆人惊到，奥多摆放的赶紧走，要过这只狗一直立一直加，连主人来动拢无效。没关窗吗？还是？窗户就自然就跳下去了。讲主人甲警察讲，本来车窗有关，要过所互狗开开，骑奥多摆人脚头虎甲正腿拢受伤，要过暂时无必改过。就把它咬了不放。就主人打了半天了，打了还不放了，靠着那个铁门没办法走路的状态。旁边有一个叫救护车，应该是车主，然后他车子就停在转角。代志发生伫咧台北市大安区乌良街，17早起8点外，这只比特狗突然间对车窗内面跳蚤咬人。不过伫11天前，伫台北市文山区也有发生比特狗咬人的代志，2边竟然拢是同一只狗。第一案我们其实就已经就是会罚3到9万，今天又发生了第2次，那会进行第2次的裁罚，第2次的查罚基准就是9到15万。有接获到议员关说吗？没有接到议员关说。动保处讲无议员来关税，第一件案件发生时阵无甲狗没入，是因为讲主人答应会甲狗管好好。不过即马第2遍对车窗内面跳蚤咬人，这边是随做裁处。本来2件案件分别是5万加9万块，总共罚14万，并且甲狗没收。要重新检讨，第2遍改做罚上悬的15万，总共是20万。希望借此警惕所有狗主人，若是攻击性宠物，应该要注意相关规定。另外，因为伫咧网络传讲，狗主人是挑工放狗咬人。狗主人的后生法律白话文的营运长齐淑蕊发表声明讲，对这件代志造成社会混淆甲不安，真抱歉。伊讲，除了因老爸以外，其他人拢无法度挖滚这只狗。伊若要安怎预防比特狗出现攻击的行为？动保团体讲，是攻击性的狗，白锁啊、挂嘴套是上基本的。开车载狗出门，门窗安全锁爱锁掉，狗主人就要加强相关的防护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